出年起，本港醫院會全面取消雙非孕婦嘅分娩配額。仁安醫院推出3項新措施配合，包括如果有雙非孕婦衝急症室，會即時報警，交由警方追查中介人同埋月子公寓，又會視乎衝襲孕婦嘅分娩方法，收取15到17萬嘅緊急分娩附加費。並規定要由住院嘅醫生接生，禁止衝襲孕婦嘅隨行醫生負責，避免當中涉及任何嘅金錢利益。喺2012年裏邊呢，我哋係未試過有內地孕婦衝我哋嘅急症室嘅。咁我希望呢樣嘢繼續都係持續係我哋呢度太平日子啦。個政策就會喺原則上係2013年1月1號執行，但係如果我哋見到只有一個人衝關，我哋會靈活處理所有嘅嘢。仁安又話，出年首3個月嘅分娩預約較今年同期減少40%，醫院會提升服務，吸引本地孕婦。現時冇計劃加價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黃嘉琳報道。